自2024年8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当若是变做真实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历代志下卷第1章第3节到42节。以色列会众拢徛伫所罗门王约过来甲因祝福。伊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贺乐，伊亲嘴对我的老爸大卫应允的，拢亲手实现。上主有讲，对我带我的子民出埃及以来，我毋捌伫以色列众支族中间建一个城为我的名起圣殿，嘛毋捌选立人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。毋过，我有经耶路撒冷做我要临在的所在，搁经大卫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我的老爸大卫心内有意思，要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总是上主对我的老爸大卫讲：“你有意思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你这个心意真好。毋过你毋通起，你亲生的囝会为着我的名起圣殿。”当上主实现伊所讲的话，我照上主的话起来续接我的老爸大卫坐以色列的王位，搁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我将约柜安置伫遐，柜内有上主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，徛伫上主的祭坛前，双手举起来。所罗门有做一个灯台，长2公尺20公分，宽2公尺20公分，悬1公尺30公分，下伫亭的中央。伊徛伫台顶，伫以色列会众面前跪落去，举双手仰天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。你对遐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是慈爱。你有接受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，你亲嘴应允的，今仔日拢亲手实现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。你有讲，你的子孙若亲像你伫我的面前谨慎生活，遵行我的律法，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你对你的仆人大卫所讲的，求你实现。上帝啊，你敢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？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通互你住，何况我所起即间圣殿？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求你压落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伫你面前的求叫祈祷。愿你明日看顾即个圣殿，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。你的仆人按即个所在祈祷的时，求你听。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按即所在祈祷的时，愿你对天顶你住的所在听阮的祈求，赦免阮。人若得罪厝边，受逼着咒詛，以来即间殿伫你的坛前咒詛，伊是无辜的。求你对天顶压落听来办理，审判你遮的仆人，歹人照伊的歹甲伊报应，无辜的定伊做无罪，照伊的正直甲伊报赏。
你的子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互对敌拍败，因若反悔归向你，宣认你的名，搁伫即间圣殿对你祈祷恳求，求你对天顶阿勒听，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互因倒来你所赏赐因甲因列祖的地。因若得罪你，你甲天关捌无落雨，你刑罚因的时，因若向即所在祈祷，宣认你的名，离开因的罪恶，求你对天顶阿勒听因的祈祷，赦免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甲是因行正直的路，搁落雨伫你赏赐因做产业的地。这地若有饥荒、瘟疫、火烧风、病害、草莓工，还是对敌围困因的城，无论有甚物灾祸、甚物大病，你的子民以色列中，若有人在家己的灾祸苦痛，向即个圣殿举手迫切恳求，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阿勒听来赦免因，因为你知因的心，嘛只有你知世间人的心。愿你照因逐个人会行做对待因，互因伫你赏赐阮列祖的地，一世人敬畏你，行你的道路。若有外国人毋是属你的子民以色列的，因为听到你的大名、大权能的作为，甲你救助的手骨，对真远的所在来，向即个殿祈祷，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求，照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的来做，互天的万民拢会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相款，捌你的名，敬畏你，搁互因在即个圣殿是敬拜求叫你的所在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，无论出去甚物所在，甲对敌交战的时，若向你所竞选的城，甲我为着你的名起的殿对你祈祷，求你对天顶听因的祈祷恳求，互因得胜。世间无一个人无犯罪，毋过你的子民若得罪你，你对因受气，将因交互对敌，甲因掠去外地，无论远也是近。因若伫互人掠去的地回心转意，搁伫因受掠的地悔改，对你哀求，阮有罪，阮悖逆，阮做歹。因若伫对敌掠因去的地全心全意归顺你，搁向你赏赐因列祖的地，甲你所竞选的城，以及我奉你的名起的殿对你祈祷，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祷恳求，照公道对待因，搁赦免遐个得罪你的子民。我的上帝啊，但求你开目睭看，耳耳孔听伫遮所献的祈祷。主上帝，求你起来，你甲你有气力的约柜，做伙入去你休困的所在。主上帝，愿你的祭司用救恩做衫穿，愿你圣的子民因为得到福气，欢喜快乐。主上帝，求你毋通弃杀你抹油竞选的君王，着带念你施落互你的仆人大笔的慈爱。当若是变做真实，今日经文有几若遍用若是做开头的祈求，若是受控告，若是互对敌拍败，若是拄着控限，若是拄着饥荒瘟疫，若是心内忧伤痛苦，
若是外族人求助，若是上战场烧台，若是受掠去到别位。这祈求有类似的表达结果。若是某代志发生，当人回转往着圣殿祈祷，求上帝垂听。若是指还未发生，还伫心内想的事，伊是指向将来，先准备起来藏。真侪人内心拢捌发问：上帝啊，人性败坏至极，我做深重，你还会对我施慈爱是无？说文王祈祷中的若是，互咱深深共鸣。最后的祈祷词为顶面的疑问提出最佳答案。主上帝，求你毋通弃杀你抹油竞选的君王，着带念你施落互你的仆人大笔的慈爱。若是准备着咱的心，互咱相信上帝不离不弃的疼。对作者来讲，这个若是差不多拢是犯罪的结果。这个若是一遍比一遍搁较惨烈，一遍比一遍影响搁较大，甚至最后一个若是蒙古受掠去别个所在。第六代志作者用独特的神学观点解说历史的过程中，咱发现这个若是拢是真实的，是货真价实的以色列历史。总是当人活转身朝向上帝，若是诚做真实，所有子民要因为上帝的美善就欢喜快乐，因为安尼的信靠，伫若是中间，咱就经历上帝的疼，因为多多伫咱发出若是的祈求的时，咱知影上帝早就已经准备好啦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上帝早就已经有备好羊羔。耶稣早就准备好为罪人死，赦免所有的罪。耶稣去是为着咱准备所在，将来要接咱去伊遐。踮伫基督内面，上帝甲咱准备行逐项的善事，准备互咱将来甲伊同得荣耀。上帝毋领赦免，伊早就有备好赦免。当若是诚做真实，上帝落马会用慈爱款待转向伊的人。若是一份坚定的疼。我想起家己生命中一个若是的故事。当时我听到真侪台湾老兵的故事，伫战乱中真是流离失所的性命。就伫我的囝儿16岁生日迄天，伊用我教伊的技巧，对买菜、切菜到备料，无借别人的手包水饺，亲自煮好放上桌，请我享用。日想，今仔日就用一句若是的话语来坚固你上亲密家内的人。今仔日就用一句若是的话语来坚固你上亲密家内的人。咱来祈祷，掌管生命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伫真济的若是中间，帮助我做好准备。主啊，当这个若是诚做真实的时，愿你用双手保护揽抱我，互我因为有所准备，就搁较勇敢；搁因为你的保护揽抱，就搁较亲近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